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宏觀粵語新聞，我係黃志光。國民黨舉行臨全會，喺超過90%黨代表嘅同意之下，廢止洪秀柱嘅提名案，同時亦都通過徵召朱立倫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。會中，朱立倫多次向洪秀柱致歉，並且同黨內大佬一齊營造團結氣勢，強調唔能夠俾民進黨完全執政，國民黨要重新出發，爭取人民嘅支持。全體鼓掌通過徵召朱立倫代表國民黨參選2016總統。國民黨召開臨全會，812位黨代表舉手贊成廢止對洪秀柱嘅提名案，改由朱立倫上場。朱立倫致辭嘅時候，一開口除咗表示以大局為重之外，先向新北市民講抱歉，同時亦都對洪秀柱表達歉意，亦向挺柱者喊話。朱立倫亦批判對手民進黨蔡英文兩岸政策講唔清楚，下戰帖要辯論，並且開出競選支票，國會要重拾內閣同意權，並且願意每年到立法院報告國情。唔單止總統選情，朱立倫亦要拉抬立委嘅選舉，力保國民黨至少1/3嘅席次，先至有制衡對手修憲嘅力量。而國民黨臨全會亦刻意營造全黨大團結氣勢，包括總統馬英九同前黨主席連戰吳伯雄都向全黨團結喊話，就怕黨內鬧分裂，總統立委全盤皆輸。